哈萨克斯坦扎瑙金地区数百名中国反对者举行示威集会。哈萨克斯坦动荡不安的西南城镇扎瑙金的示威者要求总统托卡耶夫取消即将到来的中国之行。9月2日，海国西部城市扎瑙金市政府前面举行了集会，反对中国55个企业进入海国。民众担心这样会引进更多的中国人，并且工厂会污染海国脆弱的生态环境。托卡耶夫计划于9月11日对北京进行为期2天的正式访问。示威者敦促托卡耶夫停止从中国获得贷款。针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今日在推文中就东突厥斯坦集中营问题发表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奉劝美方一些人停止利用涉疆等问题对中方指手画脚，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国务卿蓬佩奥从社交媒体推特账户关于东突厥斯坦3天发生的事件发表了书面声明。他表示，继续收到关于新疆维吾尔人遭到大规模逮捕及失踪的消息，我再次呼吁中国政府结束这些违反国际准则及自身法律的压迫性政策。正在台湾访问的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呼吁台湾民众，在面对中国大陆不断加码的压力之下，也向对岸发出示威的声音，声援香港抗争运动。黄之锋于周2抵达台湾，计划参加由不同政治团体组织的一系列活动。他与同行的立法会议员在桃园机场共同召开记者会，呼吁台湾民众继续支持香港。黄之锋指出，香港已经看不到一国两制的未来，台港多面对中共压迫，是命运共同体。美国总统表示，美中两国的贸易谈判进展顺利，但是他警告说，如果中国要拖到他的第2任期，达成协议会更难。他说，那么想想看，当我赢了，对中国意味着什么？达成协议会变得更加困难。与此同时，中国的供应链会崩溃，企业、工作和钱都会消失。来自18个国家的约3000名士兵和40多艘船只参加了9月3日在哥本哈根港口举行的北海岸年度海军演习。北约秘书长发言人朗杰斯普说，波罗的海对联盟至关重要，并与6个北约国家接壤。北部海岸演习现已进入第13个年头。不幸的是，在俄罗斯非法吞并克里米亚之后，该地区的安全环境已经恶化。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及其持续的军事集结。他补充说，这次海军演习将持续到9月19日。